睇下另一個結局。我同你介紹，呢兩位係我老婆，呢個係我個仔，佢係我徒弟，係李斯。而呢一位，你當初送我翻去就係為咗佢，秦王啊！啊，為咗安全起見，如果你哋唔介意，我要幫佢哋全部人做 body check。放心，跟佢哋。哇，好靚嘅火球啊！頭一周見識到師傅嘅加油啦，師傅加油唔似厲害，長生不老藥邊隨處可見。師傅何苦幫我？我都話俾你聽，呢個世界冇長生不老藥㗎，乜你咁狼塞嘅啫個人？師傅唔好話我，都有好怕老咩？不如咁啦，我帶你去整容啦，好唔好？整容可以長生不老，講笑嘅啫。20幾年啦，我終於可以親眼見到你家鄉。呢處真係好神奇，但晚上咁明亮，如何入睡呢？你唔係擘大隻眼瞓覺嘛？呢度就我家鄉，20幾年，估唔到變咗咁多，咁先進。冇錯。食啦！3個時辰之後，若然水安無濛嘅人，呢一杯就真正嘅凍檸茶啦。咁多位新年快樂！得啦，快啲食啦！公主，朝鮮公主。我唔係朝鮮，我叫 Maggie 啊。係 Maggie 係我哋公司員工，佢話佢自從懂事之後，一直就有喺戰國時代生存過嘅鮮明記憶，直到有一日喺公司見到同你，sorry， 見到同你一模一樣嘅秦俑之後咧，咁所有嘢就 make sense。你當年穿越，凡係同你相識、對你發生感情，又因你而死嘅人，必須要同你返去修正你所改變嘅命運。係真唔係嘛？珍珠都冇咁真，試下。